心，请你来充满我心。我渴望你温柔满我的心，真心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去，我每时刻拢会深深爱你。星星，请你来充满我心。我找无你温柔满我的心。星星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去，我每时刻拢会深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希望甲亲近你，予你来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用蒙你的荣耀，我用生命甲信心敬拜你。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人。刘兄弟姊妹，这是感谢主，互咱三甲自尽，互咱用祈祷甲主来相亲近。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全人全心仰望伫上帝面前，恳求主来引带。虽然咱唔知咱头前的路站会拄到什么款的艰难，但毋过咱有主甲咱三角地地，咱拢无惊吓。只是邀请咱安静咱的心，用祈祷来进入至圣所，来敬拜咱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用生命。生命的道路指示，你的面前我满足的喜乐，你的正处我永远的平安。主啊，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在阮的生命中间，你享受阮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你的面前，感谢你。只是咱若将咱的罪摆在主的面前。恳求主来赦免咱所有的罪过，感谢上帝赐了伊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借着是利血、是利价顶宝血的救赎，洗清咱所有的罪。这是咱用祈祷、认罪、悔改伫主的面前，求主赦免咱所有的罪。洗清咱所有的罪，所有咱知也是咱唔知的罪，所有咱得罪别人，咱嘛唔知的罪，所有的罪咱拢求主来赦免，求主来洗清。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亲爱的弟兄，阮承认阮有软弱，阮承认阮有罪，阮愿意做歹，一段时行好，离开你的真道。主啊，求你来赦免阮所有的罪过，清洗阮所有的过犯。求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来行你的道路。主，只是恳求你的圣神类自阮的心内，做阮的保惠师，互阮是用一个清洁无瑕疵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献上阮的祈祷，甲阮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只是咱嘛为着教会中逐个家庭来祈祷，特别为着肢体软弱、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施了医治，施了恩惠，伫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内听中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身上，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这是看顾人类、施了安慰的上帝。主啊，你是阮患难中闪避的所在。阮逐摆有困难的时，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阿主帮助甲安慰。这是阮为着教会中所有家庭。所有
来医治因，信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头赢过病痛的苦痛，早日得到健康。医疗的期间，你相信因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过这款艰难的日子，求你互伊早日恢复勇健勇壮，来搁一道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荣耀你的生命。主啊，我们将所有富阳教会所有的家庭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恁知影阮的欠缺，求你手续稳定，手续丰盛，互富阳教会每一个家庭，互阮真做主你所荣耀的器皿，互阮来真做主你祝福的管道。主啊，们将阮的经济交托伫你的身手，赐了阮有理财智慧，教导阮怎样真做一个金钱的好关系。互阮当用信心的行为来回应你的恩典，来领受你所赐的恩赐。主啊，感谢而你，哈利路亚，感谢你，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交托伫主的面前，咱三甲出声来祈祷。感谢你，无条下牧师、谢牧师、张牧师，这牧师团队来到阮的当中，来点燃、点导阮复兴的火。你互阮经历体验着得人哪得去，做人带着无同款的困难来寻求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手赐稳定、智慧、所有牧师，用一同工的心情，用合理的心智来带领教会做事人。主啊，我们传扬你的报恩，来伫委身，伫教会事工中间，互阮透过服侍，搁较来亲近你。主啊，互阮成做一个合理的团队，做好你的好管家，互因的心灵拢健壮，来引带富强教会行入的上帝你的旨意中间。主啊，感谢而乐，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是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来带领，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拢会当真做兄弟姊妹来性命的绵羊、心灵的绵羊，来行上帝的路站。咱同今仔日2场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上帝身手，咱三甲来祈祷。我请主耶稣，阮今仔日2场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你的身手。主啊，你的信心，阮三甲伫你，你的信心只是领到每一个座位，我做伫座位中的兄弟姊妹，拢当领受对天来属天的丰盛、属天的福分。主啊，咱就是着牧师今仔日所在传讲的信息来做咱的祈祷。主啊，求你稳定你的信息上所三甲地带，互牧师所讲出来的话，拢是当做就，当做就咱的话，讲的较听的。
谢你，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你，就是今仔日所有的后世同工啊，后世同工啊，仰望你的成就，求主你来引带，问题咱后世哪家己，咱后世哪地开啦，全献上我的祈祷，反正我来感谢你的面前，来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哈利路亚！主我们的人民，信心，请你来。信心，请你来充满我心。我脚步你稳过满我的心。信心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起。我每时刻都会真心爱你。信心，请你来充满我心。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会使，咱会在座位中，咱来起立，咱三家来敬拜上帝。信心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起。我每时刻都会真心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希望较真滚力，予你来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用心灵甲信心敬拜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希望较真滚力，予你来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用心灵甲信心敬拜你，我用心灵甲信心敬拜你。我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一步搁一步，咱就来行上帝国的路。一步搁一步，咱为着福音的缘故，咱行上帝国的路。一步
互咱啥物拢唔惊。咱知咱的上帝掌管咱的生命，咱的上帝是掌管世界的上帝。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梦，我的心内我靠你，你若我靠你的路免行，凭靠你的力就归来。愿你的应许我归主天，你的应许还归全地，你福我。这是咱来用圣诗24首，我心而乐至关上帝。我心而乐至关上帝，万民拍拍伊脚下，上帝日日下边满满，咱着。
义温柔成就波澜，救咱脱出情苦难。阿罗称赞，阿罗称赞，阿罗主听到永远。人若下天对草无情，大风吹来就烧成。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阿罗我主，阿罗我主，阿罗我主大天主。天使世人到心敬拜，调皮一定当好赛。地位是神，八拜宫殿，并是阿罗应无天。阿罗称赞，阿罗称赞，阿罗主名到永远。大权能主美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天气炎热，总是阮的心也共款火热较无。阮三甲组织来到你的圣殿，要调见你，要领受你圣神的启示甲开咱。主，这是一个兄弟姊妹会众组织的所在，总是你看重阮逐人的内心。阮每一个拢伫你恩典高我的内面，你好亲像听阮的爸，一个一个点名，要将恩典赏赐予阮。所以，阮毋是一群人，若定阮是每一个拢伫你恩典的下面。所以主啊，互我的心拍开，愿意调见你，互我的嘴唱出阿罗的诗歌，互阮的心因为祈祷，圣神就拍开阮的心门，明白你的心意，也主你的听，也要随个每一个降落你的恩典、启示甲开力，伫阮众人的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同心聚会敬拜，也是阮个别甲主亲近的聚会。愿上帝你的灵伫阮中间做工，互阮的礼拜。不是闹热的聚会，是一个对圣神大大恩膏祝福满满的聚会。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开力，看见你的平安。主啊，感谢你，阮有福分作为组织伫遮。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开声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伊的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请咱三家来启应文26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
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伊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请咱三家压头来祈祷。至悬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万物、互具换新的主。伫生命中，你互阮有罪甲无完全的人，得到真个我的生命。你阁将疼甲平安放伫每一位基督徒的心内甲生命中，互阮知影信靠你的人甲无信靠你的人的差别。心内也无需要惊吓，因为你是互魔鬼惊吓、互撒旦得避的主。你是避难所，驾驶阮将厝起伫耶和华坚固的石盘顶面。当风影来时，则袂拍歹消息。虽然有时会拄着生活甲生命中真正无法度承担的困难甲挑战，常常袂记得求叫你的名，靠家己的气力紧紧来处理。也为着世界的事，袂记起天顶的事。阮也常常互身体甲心灵打扫，对生命失去毋望，对耶稣失去信心。求主搁一遍，甲阮砥砺，互阮有智慧。当头前看无路的时，也爱会记起向后壁看卖。上帝的恩典是遐尼啊济。感谢主耶稣，互福宫教会有济听主的牧者，中乐即事同工，无分彼此，为主来做工，为教会来服侍，为着福音的缘故，奉献家己的时间，也要为第7期的幸福小组，愿主保守幸福小组的小组长、小组员，甲每一位 best 拢会当认捌耶稣基督。阮也要为着主日学、儿童夏令营来祈祷，求主保守主日学的校长、老师在准备过程中拢顺利平安，无拄着试炼。富强教会54年准备事工，伫教会有少的同工咧计划甲安排，拢有主的保守。阮也要为台湾的执政团队的运作，甲台湾的平安、安定来弱势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来祈祷。为着教会无道友新入去教会中，身体甲心灵平安，也互上帝的话话语入去到因的心内。最后为教会中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的健康甲心灵平安来祈祷。相信每一位拢是上帝上水的创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的。阿门。请咱做伙来讲授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有2段，第1段《使徒行传》第3章第60到第8节，第2段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到21节。我来读。
彼得对伊讲：经文我拢无，我将我所有互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虽然后彼得牵伊的正手，甲伊扶起来，伊的骹甲骹肉随时有力，就跳起来徛咧，搁行，甲因做伙进入圣殿，哪行哪跳，哪讹了上帝。第二段，以弗所书第3章，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在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献诗，请信歌队今仔要献的诗是温柔牧者专灵行。献诗线，请本会夏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教会复兴的关键。
弟姊妹大家平安。虽然天气炎热，总是咱伫上帝所予咱这个美丽圣殿有真舒适的环境，实是咱敬拜上帝真好的这个设备甲安排，这是咱大家人努力的结果。愿上帝予咱也伫遮，若是享受着上帝的祝福，也予咱对主的话，大家拢得到美好的学习。咱只是要分享进前来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有这个福分，做伙伫富强教会，真侪同工兄弟姊妹，做伙来经历上帝你的疼甲恩典。主，阮也要伫每一摆聚会中间，拢彼此学习，知影你伫阮心中，伫阮教会的心意，互阮所做的工，得到上帝你的应允，你的恩典甲疼痛，兴起主你的圣国，甲你的圣会。伫你面前，通过你的话，阮彼此拢得到学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大家要三甲分享一个伫咱要迎接咱的周年庆吼，特别是2年后咱要迎接50周年。咱拢咧思考讲，咱众人聚集伫遮，咱逐个人诚做富强的一份子。咱除了家己的灵性得到造就以外，咱要安怎？通过主所设立的圣会，来看见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甲心意，以及呼救。所以要三个分享这个主题，叫做教会复兴的关键。咱要通过这段经文，就是伫《使徒行传》第3章一段出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伫水门所产生的这个神迹吼。我拄则用60到80迄个关键的经节，总是咱要复习一下这段经文内面所讲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要甲咱三甲来分享，甲咱的教会甲这个水门有甚物款的这个比较就对吼，这个比较。但伫圣殿的水门的头前，一个乞者得到医治。这个故事安尼讲，有一日下晡3点祈祷的时间。伊讲下晡时3点在祈祷，彼得甲约翰因上圣殿。这段话看起来就是当时犹太人因日常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咱嘛会通知影讲，彼得甲约翰当时受到圣神的降临，因开始经历着顶头生，也经历着圣神的充满。不过，由原是照犹太人的规矩，下晡3点到圣殿的祈祷，表示因真尊重、真照起工，照当时犹太人的规例。但是，伫即日有拄到一个特别的事件，伊记载讲有一个出世骹就拜的人。逐日，互人光来下伫圣殿迄个叫做水门的门口，通对入圣殿的人求乞。咱拢知影，早前福利制度无好，人若无气力，若无健康，若无有四肢健全的这部分，常常若毋是互社会淘汰。若无，伊要生存只好就是做乞者。所以乞者毋是自然发生的，乞者是一个社会群体中间的责任。当然咱台湾到现今嘛是，有时你伫迄个车站倒位嘛是有人会摕一个钱箍在甲你讨钱，这拢是这个社会弱势者的一个现象。也毋过，伊是互人带来到伫水门，而且毋是互人带，是互人赶来，表示伊根本家己无法度能行到这个水门的门口。那安尼，照当时的规矩，人要到圣殿敬拜上帝，看起有人需要帮衬，迄种慈爱的心会出来，所以会去帮衬这个艰苦人。所以这个乞者来到这是真下地点就对啦，这个地点真适合。这个乞者看到彼得甲约翰在要入圣殿，就求因来写诗，就是照一个一个入来，就看会当，互因
兴起因的慈悲的心来捐献无，来甲伊尽助无。但是这段经文记载讲，彼得甲约翰注目甲伊看，彼得对伊讲：看阮，依就自信看因，看会当对因得到什么。通常咱伫社会中间，伫车站，也是伫迄个地下道经过吼。通常咱也是看到有人要讨钱，有人的观念是感觉讲，这个社会吼，这个资讯制度、福利制度无好啦。所以吼，毋是我要甲捐钱，我爱叫政府爱照顾这群人。有人是，毋是无钱，也是讲伊无迄个自信，伊感觉对这个福利制度有意见，啊，所以无一定会捐钱互伊啦。当然，咱若是无气力，也是讲咱拄仔无方便，咱通常行过吼，咱大概袂去甲遮个啲需要的人接触嘛。但是彼得甲约翰佫甲伊讲看阮。你若看讲，迄个当事者，迄个乞者是讲，哇，看阮吼，到即个可能是金主啊，吼，财主啊，毋知要甲我帮忙啥物，的确有足大的期待嘛。所以你看，伊讲依就自信看因，看人得到啥物无安尼。但是彼得佫甲讲，金银我拢无，哇，好像迄个期待又受伤害安尼吼。金银我拢无，你佫叫我看阮，安尼叫我来看阮，什么意思啊？所以伫这前前后后、起起落落、心情上上下下的中间，彼得伫这个所在讲出一句安尼真宝贵的话，讲我将我所有的互你。彼得伫这个所在表达出，伊毋是有金钱上的亏力，但是伊有对上帝来迄个大能力，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哇！原来讲看阮，佫讲金银我拢无的时阵，大概即个乞者就是讲你毋通甲我装小的，你莫插我吼。无想讲我将所有的互你，而且是互你迄个完全的你的即个身躯的无方便，全然得到恢复安尼。所以然后彼得就牵伊的正手，甲伊扶起来，伊的骹甲骹目随时有力安尼。这是一个奇妙异地的故事。嘛是一个落差。乞者是望会当一日会当有一顿通食饱，但是彼得是互伊所有的，是对圣神领受到迄个医治的能力，讲你起来行。所以看起即个乞者伊的反应，甲伊的结果，讲就跳起来徛地，佮行，甲因做伙入圣殿，哪行哪跳，哪学到上帝。你看，原来是伫遐咧有叫讲头家头家娘可怜的好心好行的一点分我食，即款的话，拢是咧哀叫的，拢是咧怨叹的。但是即个时阵是哪行哪跳哪学到上帝，伊无搁再为着伊安尼悲惨的身世，伫迄个所在咧怨叹。求人安尼然后低声下气，拜托人一嘴饭互食，毋是，伊是咧学到上帝，是哪行哪跳的。所以正人的反应对第9节讲，正人看到伊哪行哪学到上帝，佮认得伊是平常坐伫水门的门口咧求乞迄个人，就对伫伊身上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着惊。这是一个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因这阵门徒所行一个新约，而且是起头所行的，真互人印象真深。故事嘛，互人真爱定定讲吼。所以伫遐一寡迄个出名的画家拢会画这段故事啦吼，亲像这水门前的故事安尼，有彼得约翰伫医治人的故事，拢真侪种的版本吼。真侪种的版本安尼，当即个故事互咱什款的启示，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解释吼。你的心境你家己的处境，拢有无共款的影响就对啦吼。咱遐日是话，即个受医治迄个改变，诚侪咱一个真大的一个激励甲希望。咱是要想啦吼，对于一个个人来讲，伊受医治，所以伊对怨叹、哀求变作是学到上帝。若是安尼，即个故事互咱什么款会提醒甲启示咧？
但是咱要想讲，咱的教会甲水门有啥物款的比较？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啥物？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这段话要复习咱周报久久啊，一个月拢会看一遍。咱的教会的一个等于标语、标语也是使命宣言就对啦。伊安尼讲，教会本质的宣告，讲教会存在伫地上，却有属天的特质。伫地面上，遮侪组织、遮侪机关、遮侪建筑物，咱教会可能互人看，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啦，听一个单位啦，听。嘛有大间的足辉煌的，几啊百人、几千人的礼拜堂，嘛有一间安尼家破烂烂，也是伫庄骹，四边拢发草的，无啥人的。但是伊存在伫地上有属天的特质，是人所组成。却是代表上帝的同在。这个互咱伫内面的会众有一个提醒啦，咱若伫内政部来讲，咱是人民团体，咱是财团法人，是一个政单位中间的一位若听，人甲咱看可能是安尼。但是咱知影，咱有迄个意向讲，咱是属天的特质的，咱是甲圣神上帝、甲三位一体上帝结连的。第二，咱虽然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但是请会记得你的身份是代表上帝的同在。看起来是真平凡，但是咱做一件真伟大的事，就是咧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的救恩。所以咱若是雄雄看到，感觉讲有影。咱的教会若是一个人民团体，甲别人也无啥物特别啦。但是咱看见教会互咱上帝互咱的迄个应允，甲迄个大大的提醒，就知影讲咱的身份实在是无相像。但这是看你的认知啦，你家己的感受有无，伫界定即间的教会有圣神的开力了无？第二，因为教会存在，互人认捌上帝。咱若无教会，无人安怎认捌上帝？无有一个组织伫遐传福音啦。所以因为教会服侍传扬福音，真侪灵魂失丧的找到永恒的归宿。意思是，即个教会存在伫遮，你一个优先的目的，即个 priority 就是讲，不管安怎，就是先做那对啦，就是传福音。这是咱教会存在伫这世间的目的。当然，传福音就是伫内面即群人有即款的意识，讲咱的传福音爱找人归主。若无，只不过是一间大家互相快乐、组织的一个团体那听。你快乐，我快乐，大家欢欢喜喜。但是这都毋是教会的目的啦，是可能一个 club， 一个组织了袂歹的，建筑物袂歹，大家斗阵快乐、欢喜过日的。传福音才是教会的特质，所以有牧师讲的话足直白就对啦。伊讲即间教会若无传福音，就袂当叫做是教会。讲一间教会若无传福音，伊就是死的。听到足大的震撼咧甲咱刺激啦。所以时时咱无论是牧师，无论是中级，拢要提醒讲，咱的教会存在。你若完全对社区、社会百姓灵魂无啥物感觉你这种教会就是安尼，要死毋死啊，已经准备要收起来迄种意思啦。所以这是咱一直在强调、一直在提醒教会存在的目的甲特质。所以咱阁有看见讲这个主题咱阁重复来复习一遍，讲教会是上帝伫地上的代表，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的。第三是教会是信的人的组织，却是为着无信的人存在。上帝伫地面的代表就是教会，咱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教会是信的人组织，却是为着无信的人来存在。我会记得10年前伫咱迄个
台湾有出一本册，这本册吼，当时回响真大，特别是少年人基督徒。这本册叫做《耶稣比宗教较大》，耶稣比宗教较大。这本册是安怎会，互人感觉真注意，就是讲，伊在挑战信主久久的人，到底你信的是真正的耶稣，还是这个教会经过久久长长所组织出来的一个机构？迄个所讲的耶稣，甲真的耶稣有差别无？所以内面内容吼，一直挑战咱的信仰啦吼。特别少年人较爱读册会啦、思考，足侪人用这本册咧读册，咧做思考安尼。其中呢有几项，互咱感觉真刺激的挑战，感觉讲真有意思。这本册讲耶稣比宗教较大。我爱耶稣，耶稣讲的话我足欣赏、足爱，但是呢，我讨厌宗教。因为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因为当时咱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吼，真多的基督徒的第二代、第三代还是后代吼，因无反对耶稣啦，无拒绝耶稣，但是因对传统的教会无啥趣味啦。你讲叫我去遐，你迄礼拜逐项拢顺，这种经事吼，我对我无啥物吸引力。所以因有真多提出挑战。这本册内底讲出几项，咱嘛感觉讲真大的一个刺激甲挑战。伊讲，假使若宗教遐尼伟大，是安那伊引发遐尼侪战争？基督教世界嘛是定咧战争，即阵俄罗斯甲即个乌克兰嘛是咧战争，因拢信东正教的白白拢有遐个教会的头伫咧带头的这到底是耶稣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呢？这人会甲你挑战嘛？过来，伊通起大间的礼拜堂，但是安那？这世间了有遐侪送养的人，到底这间大礼拜堂遮尔迄同行的礼拜堂，但存在目的是甚物？所以伊咧问讲：你追随的是真实的耶稣，还是互人发明出来的耶稣？哇，这拢是足严格的条件呢。互咱知影讲哇，是啦，我安尼逐礼拜去教会聚会，到底我去教会目的是甚物？是讲为了我个人的福利尔，还是我对耶稣领受甚物款的呼叫、甲吊命、甲挑战呢？所以伫这本册内底有咱本地的台湾的牧者，伊就写一篇伊的即个感言啦吼。是几项嘛，真值得咱来学习吼。伊咧讲起讲教会是甚物啦？第一，伊讲教会毋是建筑物，是内面的人。教会毋是无生命的空间，是活活有机体。意思是即间礼拜堂，你无论偌水偌好偌大间，也是细间，也是设备无好，迄拢毋是重点，是内面的人。内面的人是活活有机体，内面安那运作，内面的安那互动，内面的人领受甚物款的心意，对上帝来心意，这是一间教会存在的一个重点。过来是讲教会是互人坦诚脆弱的所在，意思讲来到教会，咱就无搁再安尼用家己的迄个经啦就对啦吼，讲经讲我都逐项拢无代志啦，我拢逐项拢足好的，毋是你欢喜承认家己的软弱，是互人甲面具摕落来的所在。教会是互你做家己的所在，所以当咱的教会即个环境，咱的小组、咱的团契、咱的聚会中间，互人的心会柔软，互人的心会感觉讲是啦，我有甚物款的困难，你欢喜帮助我。我毋是要污你的安尼歹的所在，我是要高抹你受伤的所在。咱大家互相在饶赦，互相在认罪，互相在扶持，互相在关怀。教会若无即款的，安尼就无成教会。这是中间的一项，搁一项，伊讲教会无应该是一座好人的博物馆。
哦，咱拢标榜讲咱内底吼拢足高尚的，逐项拢是完美的，毋是咧讲这個，毋是讲一定天才拢伫遮。伊讲应该是一个修养破碎的人的病院。伊是讲教会内面吼，就是因为我有困难，我有人生的掉达，我有肉体的病痛，我有心灵上的软弱，所以教会是一个领受上帝医治的所在。心灵破碎的人，肉体病痛的人，心艰苦的人，也是有绊倒、有伤害的人，伫这个所在要受医治。教会有这款的气力，安尼这间教会存在才有价值安尼。兄弟姊妹，对这本册所引起的反应啦吼，伫欧美的世界嘛，真侪人伫迄个网络啦吼，伫迄个读册会拢伫咧检讨这个代志。这谁哪会安尼想？教会本来就是安尼啊，谁哪都搁互人讲安尼？是因为咱的教会常常因为人的缘故、人的组织的缘故、人的软弱的缘故，为着要维持经营的缘故，所以袂记得迄个目的甲目标。所以人常常会退出来，人常常会有迄个软弱的表现。所以咱咧一直提醒咱的教会要安怎下伫上帝的心意。兄弟姊妹，所以教会复兴的关键到底是甚么？咱就是要用拄则咱读的这个水门的故事来比较一间教会伊的状况就对啦吼。好，安怎描述呢？传统教会的光景，咱从一般的教会，可能就这款现象就对啦。甲水门的现象有点仔类似啦。吼，什么类似呢？咱使徒行传3章1节到10节，一般的教会亲像耶路撒冷的圣殿同款，有足水的礼拜堂，看起来哦，一般的人起袂起来，就是这间礼拜堂遐尔啊宏伟壮观，看起来就感觉讲哇，安尼是足有气力的吼。这是一般的教会，伊嘛是安尼做啊。第二，伊嘛足拍拼做社区事工的关怀事工，就比较讲，这个乞食，这个较无方便的这个乞食，吼伊就是互人会当伫水门头前甲人求讨，来讨钱安尼，表示好亲像有咧做关怀事工啦。而且嘛有一群人咧服侍呢，真好有疼心的人咧服侍遮软弱的，因为这个艰苦人伊家己袂当行，一定有人甲扛来啊。你甲想，安尼嘛袂歹啊吼。算讲有照起工咧做呢，应该做的拢有做着啊。伊讲出事着摆骹的人，互人扛来伫门口，就是有一群人咧帮忙啊，有迄好心人咧帮忙，还佫有。伊嘛照常做礼拜祈祷会呢，下晡3点钟祈祷的时，彼得甲约翰拢上电去呢。安尼你甲看，即款的教会照起工啊，逐项拢真好，袂歹，就亲像当时伫水门头前发生的故事。但是，当咱搁一遍深入思考的时阵，即款的教会、即款的礼拜堂，安尼有达到标准无？咱若阁想落去，今仔日教会光景，甲水门的乞食有一点仔关联啦。有时咱亲像即个乞食受束缚，咱身不由己，咱拢受束缚着，袂当好好做代志，行动无方便。有的教会要做一项事工，人甲人中间意见无相像。咱要做一个活动，找无适当的人，咱拢受束缚，无够额的经费也有，无够额的计划也有，无够额的人力也有，这拢是束缚的一部分。有时咱会亲像这个乞食同款，行动无方便。第二，咱亲像这位水门头前的乞食，咱
拢停留伫迄个恩典的门外。什么叫做恩典的门外？即个人都袂当入去圣殿内底啊，伫外面啊，坐伫迄个涂骹咧共讨钱啊，袂入去到上帝殿内领受恩典。有时咱的教会留伫恩典的门外。第三，咱常常有听道理，却无法度通行。咱敢听，就亲像即类艰苦的人，伊无法度家己行动啦，无法度行动，都爱人帮忙。上重要的一项就是教会常常满足伫处好的状态。什么叫做处好？第二好无上好。处好就是讲啊，我都有通食就好啊，免忙忙啊度日啊，吼。有人讨一顿饭吼，啊通互我袂枵着，啊我能够为着后一顿来拍拼，安尼若定，煞无去领受到迄个上至好宝贵、身躯永驻。啊，这是咱家己咧检讨讲，咱的教会是毋是陷落伫即款的情景的下面？兄弟姊妹，咱伫遮看见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咱的教会要安怎转变甲复兴啦？吼，大圣主耶稣来伫世间传福音，伊有拍拼哦，伊就是去到会堂传道理，去到加利利啊，逐个所在伫乡社传福音，伊的目的就是要为着这传统的犹太教会。永望甲因转型做天国福音的教会，啊，所以呢，伊甲当时的会堂的人，甲遐经学士，甲遐祭司头，甚至甲遐安尼处处拢讲我是足虔诚的人，遐伊法利赛人伫遐争斗。耶稣是一个先行者啦，所以有人讲耶稣是革命家，你敢知影？因为伊要改革即个犹太的老教会，即个老教会已经几啊千年啊，但是伊是用生命来付出的，因为最后互人钉伫十字架顶。耶稣要改变即个教会，但是伊大声是献祭，伊大声牺牲，伊大声牺牲家己的生命，伊用伊的生命付出。来承担这个久长以来犹太人因对上帝领受迄个信仰的栽培袂当完全，伊用伊的生命来甲即个歹、即个困境、即个束缚来一笔勾销，然后用个我的生命带来一个全新上帝国的愿望。所以耶稣是受定的，耶稣是牺牲的。耶稣是为着人的罪献出生命，所以伊的改变是带头，但是要无完成，是伊过我了后带来新的规律得完成。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今仔日看的这段故事，圣神降临了后，彼得对耶稣的脚蹛，伊的脚步，佮转来伊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伊嘛是进入去礼拜堂要做这个祈祷会啊，但是伊是进行一个属灵的大改变，甲升级。意思是，甲原来已经足久啊、足老的教会，重新靠圣神大更新就对了吼，圣神大更新。咱看见圣经安怎记载，《使徒行传》第2章41节到42节安尼记载讲，对安尼。领受伊的信息的人，拢受洗礼。迄日信徒大约加添3000人。耶稣的时代传福音，无人要听，有人阁要摕石头甲钉，有人甲赶出会堂。因为耶稣伊开始咧送徒啦，耶稣咧拍车当时会遐得到上帝的诫命的人，但是袂晓行出即个道理的人。用天国福音在挑战因，但是迄个时阵，耶稣是受死的哦，耶稣是受苦的哦，耶稣是钉十字架的哦，直到圣神降临，讲彼得传讲信息有3000人信主，这敢毋是突然间发生的魔术？毋是啦，是耶稣过我的规律带来，
圣神降临所带来。42节安怎讲？这群人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八饼佮祈祷安尼。兄弟姊妹，你会记得袂？因转变的原因，毋是彼得甲约翰因走去倒去深山那来去练功啦，无。因是原来是逃走的，原来是耶稣受定的时阵吼，去迷起来。是因为因接受圣神的改变，所以转变的原因是什么？门徒伊经历了传统信仰的换新。伫《使徒行传》1章的40到80节，讲耶稣甲因做伙的时阵，有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捌甲恁讲的，就听候爸应允。毋通离开耶路撒冷，恁只听候。听候是要听候迄个对天顶来圣神的开力，爸所应允要互恁的。然后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来做见证，为着我来做见证。兄弟姊妹，听记者的话，咱也去想到。伫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咧应允讲要找圣神互这门徒的时阵，这门徒可能听袂出意思啦。但是若印证到这个时阵，门徒所做的事，就让了解耶稣所讲的话。耶稣伫14章12节安怎讲？我所做的事，信伊的人也要做，信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加大的事。咱想讲。耶稣是上帝的囝，伊是安怎会教遐个伊的门徒讲吼，信我的人吼，恁若要做甲我同款的事，而且做比我较大。像耶稣伊本身家己做模范，来传天国福音互遐个百姓，但是这个百姓无要接受，将耶稣钉伫十字架。但是耶稣讲免烦恼，我所做的换恁做，而且恁要做比我较大的事。较大的事是因为恁有圣神的同在，就是有国我的主的气力，要伫恁身上来做工啦。啊，这个做工就产生了3000人信主，就产生了教会的降生。所以，这个甲国我的耶稣相拄，就是门徒的生命得到改变。意思是这群同款这群人啊，同款耶稣的学生啦，同款对主耶稣3冬久听。道理嘛听足多啊，但是无气力，而且当耶稣受定的时阵，大家拢散去啊。咱会记哩过偌济时阵，咱看见故事讲彼得甲伊遐个同伴，佫走去掠鱼啊，重操旧业啦啊，好像是3冬吼，一场梦啊过去啦，代志过啊。不过耶稣讲来，饲我羊仔囝，所以当因甲耶稣。国外耶稣相拄的时阵，这个人生命完全改变。同款的人，但是生命无相像啊。而且上直接的就是经历了圣神的充满、降临，迄个能力的灌入。所以初代教会就是安尼来发生的。兄弟姊妹，初代教会就是安尼发生的啦。所以对伫今仔日，咱对旧年开始，咱成立了。这50周年庆典委员会，咱真侪这同工一直咧思考，一直咧敲催，一直咧祈祷讲主啊！50周年，逐间教会拢嘛咧庆祝几周年，有啥物特别的？但咱敢有一个心意讲主啊，将你的心意放伫富强教会。咱的教会毋只干那讲留热庆祝，安尼就好。咱要找出一条会当活出耶稣基督。伊宣告教会的本质的事，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社会流行的名词啦，真多啦吼，讲升等，吼，咱真侪兄弟啊，定咧出国吼，啊坐飞机坐摆吼，啊你的里程数有够吼，你会甲你升等哦，讲甲你升做安尼较原来是经济舱啊变迄个商务舱吼，啊升等感觉足尊荣的，足快乐的，啊你叫你升等安尼。
咱高铁吼，嘛有普通座咧，搁有迄个商务舱的座位啊，咱讲叫做双层。咱一般现在山西的物件拢有叫做软体升级啦。你的手机啊吼，久久啊伊就叫你讲，阮搁有一个新的版本哦，你要升级无？要升级无？安尼。通常若要升级，伊拢会先问讲，你的硬体会堪入无？你的硬体若无够遐，你升级吼，煞磕呢，煞袂好用呢，因为伊新的软体吼，伫运转的速度也好，空间也好，较大，你都爱有够遐硬体会堪入安尼啦。所以咱嘛听讲什么2.0，就是讲升级起来，像50加一个加，这拢是咱现在人习惯讲的。一款成定的话啦，有时咱嘛听起讲，一间公司因的产业爱转型，因爱放弃原来的模式、经营的模式、管理的模式，爱接受新的方式。有人想讲，我到这个模式趁钱也袂歹吼，生意就安尼做，谁叫我着改？生产线爱改，迄个销售的模式爱改，迄是足痛苦的事呢。问题是讲。咱教会要行至50周年，咱有欢喜讲主啊，帮助我改变，我嘛要改变，我嘛要升等，我嘛要升级安尼。咱的教会有一款的心意，想要升等、升级、转型无？这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必须爱面对的。若无，就像咱拄仔讲的，一间教会伫这个所在，咱大家快快乐乐大家啉食，大家欢欢喜喜，安尼就过日啦。是咱欢喜接受挑战。咱要行至50几年，咱最近东港咧三甲思考讲，咱回顾教会10几年前啦吼，差不多20年前开始要建堂，迄款的心志，兄弟姊妹，若是你当时就伫咱富强教会，你有感受到当时迄款的心志无？咱看见迄个时阵，大家同心合一，大家做伙有份热心奉献。迄阵的周报吼，有一间礼拜堂的造型啦，内面有一块砖咧贴。咱献偌济，就甲贴一块乌的砖，安尼一直贴起咧安尼。迄阵足侪兄弟参与义卖吼，咱有一阵专业的同工，伊咧做监工，伫甲遮的厂商。建筑的师傅、甲些设计师，安尼大家安尼论来论去，要安怎？互咱的经费有够，咱的起的礼拜堂真水安尼。伫迄阵，佫有新热发生，就是咱咧起一间礼拜堂，也同时买着咱对面大楼的教育中心。这事兄弟姊妹，你有佫一遍咧回顾无？有一遍咧想无？想讲这个。敢是偶然发生伫咱中间呢？也是因为咱谦卑甲主祈祷，主啊，将你美好的心意放伫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心内，互咱欢喜热切来参与。建堂毋是定定有啦，但是教会的进展、教会的兴起、教会升堂甲升旗是随时爱继续的。50周年就是咱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我真期待咱兄弟姊妹有一款的心情，就是做伙领受一种叫做心性的无满足。咱知影有真侪代志吼，比如我有真侪好食的物，有真侪水的衫，你佫无满足吼，你会感觉讲，改成迄欲望无法度人填满的意思啦。但加一个心性是讲，我都毋是我家己，我看见一间教会。将来会发展的愿景，我有一个心性的无满意，讲爱搁较好，爱搁较进步，爱搁较安尼进展就对啦。咱台语有一句话吼，叫做毋甘愿，毋甘愿有时是负面的吼。我做这代志安尼做了无好，毋甘愿。但是你若个心性的毋甘愿，就真有意思啊。就是讲我袂使坐伫遮吼，用看伊安尼啦，我都爱。伸手，我都爱爬起来，我都爱拍拼，我都爱努力。因为迄个心性的无满足，都是圣神伫当时的这温度的心情所做的。所以
要升级、要升顶，毋是咱人讲的啊，毋是有一套计划就完成的啊。咱会动心祈求，亲像早前圣神降临伫温度的身上，迄款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咱拄则读第2段经文啦。教会要复兴，就是互上帝大能力来运行。咱要努力的方向，当然咱爱有好的备办，咱兄弟姊妹有好的组织，但是请会记得，咱毋通留伫处好的状态。亲像伫水门外口的乞食，咱会进入到内面，也行也跳也学到上帝。所以，这段经文互咱真大的提醒，讲上帝让照着运行伫咱心内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运行伫咱心内，啊若敢若运行伫我，还是运着你，安尼无够，是运行这个能力运行伫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身上。伊讲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咱所求所想啦。这句话，真做一间教会永恒的追求的目标，就是咱爱把咱的心拍开，互圣神来带咱行。所以，咱教会举办培灵会，咱教会举办讲座，咱举办讲习，咱举办各种的活动，就是要一直来挑战刺激咱。互咱甲咱的心拍开，动心拍开，伫圣神的光照下面，上帝大能力的中间。伊讲愿伊伫教会中，基督耶稣基督得到懊恼，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咱用台语的圣经来做一个复习来结束。台语的圣经，以弗所书3章20节到21节，20节，咱要招兄弟，咱做伙来读好无？预备来。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21节，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代代代，无穷无尽。阿门。兄弟姊妹，咱48周年要到啊，佫剩2单。有个兄弟讲，哇！你遐早就咧讲50周年，啊，讲到迄阵都臭酸去啊！有影，若用人的办法会臭酸啦。但是若圣神同在，咱一步一步、一块砖一块砖来贴。我真期待，咱上无至少恢复到10几年前咱咧建堂迄款的心志。迄款心志是咱有人发声，大家就讲好哦，来哦。毋是讲哎呀，你讲这无效啦，无路用啦。啊！我无用啦，我无效啦，这毋是人的办法。愿圣神通过主，会开力伫咱中间，上帝运行伊的大能力，超过咱所求所想。我真期待咱逐人伫基督中一直求这样事，伫基督室，伫大祷房，伫咱的公众祈祷，互咱讲主啊！我有份参与伫内底，我是有份参与伫教会50周年升顶升级，交为主传福音的教会有份。为着咱下半年度，咱要推动幸福小组，因带人归主，即款的开力的中间，愿主的圣神家己成就咱，伫伊所做的工。咱要来吟首圣诗来回应吼。553首，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咱一面坐咧吟，一面来思考这段话所予咱的。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愿主听堂该保佑，好人因无成就。为主来做伊干净，愿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阳光。
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欢笑，不用救主多天堂，来难帮杀西苗，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救主耶。第三节咱较紧小看来，为主来做一干净，咱就不受供应，那无尽那来干净，永远袂安心。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救主耶稣。第四节，为主来做一干净，心里做滴水清。好日可他来向前，路袂为高天顶，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应该救主耶稣。即个咱本来即个时阵要来为着咱的青少年提摩太的牧区，因要举办即个地选地选队要到口鼻教会来服侍，因为因咧集合时间较袂拄好，咱先来做祈祷，然后报告的时阵，咱来甲因做介绍，咱即时当心来祈祷。主，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对你领受属灵的智慧甲开力。是因为阮知影，当阮人用人的智慧甲办法所做的工，检测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无法度能超越圣神所做的。主啊，阮虽然努力咧组织教会、各机构、各单位，逐个人有份做工，但是若无圣神的开力，阮做的是有限。拜上帝，阮欢喜迎接富阳教会50周年。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阮努力的目标。主，阮所要学习的，是学习主你的教示，甲你大使命，招人来归你主。阮兄弟姊妹中间要搁较拍拼来操练，互主你来使用。有圣神做工，我通看见也会新热技术伫教会中间。一直的产生，阮知影，阮毋是做人做的事，是圣神伫阮中间咧做工。上帝，你派阮代表伫遮，阮是代表上帝的存在，毋是人家己的组织那定。愿圣神亲自来高抹阮，兴起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无分年老少年，无分工作背景，无分学历背景，当主用阮的时阵，就是上好的同工。愿拜上帝亲自差派引带，互阮有份继续伫2年后庆祝50周年，互阮用水的果子奉献伫你的面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先来奉献啊。咱三家来奉献。
请起立来唱红喜诗歌，辛苦。请坐。报告大师，咱先来读本话金句，请大家掀开周报最后一页。我来读。道道对知名的智慧，伊是清洁，要的是和平、温柔、好商量。有人民较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故事3章17节，请掀开周报第2页。本周逐项处方单工，请咱家己看。第3页，请咱家己来看。第4页。本主日7月7号，总会社好时间关怀主日。第2项，本会定8月11日，社教48周年举行献礼典。第3项，本会定伫9月8号推动第7期的幸福小组，请咱家己看。第4项，本会天母台牧区举行短宣队，内容请咱家己看。第5，主日学定7月18到21日，拜四到礼拜举行夏令营。我是 EQ 的小主人，这时间请咱家己看。第7项，本会定7月27拜六举行心灵关怀专题讲座，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第9项，今日举行7月份庆生会。第10项，本会王惠琪执事，顺利通过大学博士论文的考试，甲伊恭喜。第11项，其他消息报告，故王瑞龙医师告别式，定伫7月9号拜二上午10点到12点，伫澳洲博斯救世军教会举行，请为告别式顺利，甲遗嘱来安慰来代祷。第4项，第4项，后主日7月14日，伊伫祈祷的时间，请咱家己看。关怀代祷，为着台湾内政，请咱关心代祷。再来，请掀开第8页，奉献的若有问题，请联络财务部。以下请牧师报告补充。各位兄弟，我特先来介绍新朋友啦吼。头一个是咱今仔日伫咱圣歌队帮忙咱司琴的即个黄莹娟姐妹，咱甲泡泡啊，多谢伊，欢迎伊吼，欢迎伊。
暑期中间吼，咱司琴吼需要有点调动吼，咱真多谢黄元杰老师来甲咱协助吼，带咱献歌队真美好的服侍吼。嘛要恭喜啦吼，咱的即个会期执事吼，安尼足认真拍拼吼，得到博士来拍下鼓励一下来，哎呀恭喜！咱教会各种人才吼，上帝甲咱组织，真感谢主。我真欢喜看见吼，咱今仔日有张正义老师甲慈恩牧师来伫咱中间，都大力甲拍拍鼓励一下，哎，鼓励吼，哇，全家啦，全家遮济。是咱特别介绍呢，伊咱的老会友啊，咱的张正义老师啊，上帝足恩待吼，伊有癌细胞，但是得到上新的即个医疗技术，应该是较属于真新的治疗技术啊，有基督徒医生来帮衬吼，得到奇妙的医治，甚至新闻报道吼，因受医治的情况吼，咱为着因欢喜继续为着张老师吼，因全家祈祷上帝恩典。甲因伫地为主来做见证，恩典满满吼。牧师来做几项的补充啦吼。大省周报内底有一个补充，就是讲咱后礼拜吼，后礼拜有主线的义卖吼，伫咱第6页的所在。是主线义卖，就是讲咱即个更生团契吼，更生团契呢，因有伫台南设备一间叫做永新幸福农场吼，中途之家。因遮的当时有可能有食毒品风关吼出来吼，要食头路真困难，所以因就甲成立一个成立一个工作场安尼来制作这食品，制作这牛肉干吼，爱有销才有效吼，唔得人自力更生所以因就是做足侪这产品拢是下卫生标准的吼。咱教会有接纳讲后礼拜因这兄弟要摕这产品来咱教会2场礼拜。来做义卖，所以兄弟姊妹，咱平常时这食品拢有咧用嘛吼，咱来甲因交关，互因安尼有这个经费继续来运转，这点请大家来配合吼，后礼拜吼。好，这周报内面阁有几项来提醒，头一个就是讲，咱这个主日学的夏令营吼，后礼拜就要举办咱虽然无直接参与，但是咱替因祈祷，有足侪义工要协助参与啦吼。咱第二，咱即个听书单内底吼有报，但是我用投影片来甲咱来介绍，就是咱7月20甲8月初3这2个时间吼，咱有甲民主即个学院吼书院合办一个影展。咱有诶兄弟足爱看电影，这电影毋是普通诶剧情片尔，伊是咧专门咧关怀弱势，也是遮个人权的影片，一遍7月20是甲咱的青年基田搁即个题目台合作的，伫暗时搁一个是8月初3拜6早起即个9点半，甲上年做伙合办。你若对这种影片有趣味欢迎你到时来参加来领受，搁有现场有人甲咱做讲解这是这个消息伫遮7月20这个影片叫做《交响狂人》啦8月初3这个片叫做《退潮坐在岸边》。你若是讲这是咧写啥，这做啥的，欢迎你来参加搁第二就是讲，咱7月27有甲这个全球圣经公会合作，请这个张雅慧博士要来甲咱分享一个主题伫7月27的9点开始咱要讲的主题叫情绪共舞甲心灵读经全球圣经学会有出一本心灵读经的，就是有关一寡咱生活会拄到遐情绪的代志啦，也是咱心内忧愁的事，有圣经的解答。欢迎咱迄天来参加，伊嘛有邀请咱献歌队来献诗就对啦好，搁来是咱抄诗篇，咱抄诗篇呢，阮本来是讲3本足侪人毋敢写，竟然顶礼拜报告了，已经有40位报名，所以咱定40分已经卖了你若有想要开始抄写咱安尼写就是讲作品是伊印的，正评来抄。咱教会即几档，大家足爱抄圣经有人抄了足紧就完成咱若要参加抄写，三本啦
到11月28，就是到公布社因一日抄一篇，拢总150篇，用安尼来献予上帝。若要参加公布社的一个奖励，就是11月28爱甲完成。咱本会无遐赶袂要紧，到年底你若交有来，嘛算完成就对。咱到会送一个小礼物，进一本3本拢出来500块哦若完成来交咱要退300安尼所以安尼足省的就对。最后是大家欢喜在抄写啦欢迎咱要写的人赶紧报名，因为咱摕买这册互你来，搁一项，另外一个抄写要完成这叫做台湾教会公报第一页100几年前的第1篇就对啦。咱兄弟姊妹嘛足认真参加抄写我昨昏接到咱的这个涉案小组长甲郑瑜因小组抄6篇6、7篇因讲我无注意看，讲有一个叫做团体奖就对啦。因要征求讲，佫有6位做伙写，就咱加入因咱12位，就讲12位才会当做团体就对啦这咱佫看一下，抄写府城教会部第1章，到即礼拜5就完成咱交写字的赶紧写。你若要个人佮团体，讲要写2遍啦，一遍参加团体，一遍你个人的你若有诶兄弟抄2遍，迄足紧的1页尔嘛。咱看咱的涉案小组长看，伊这用毛笔写的，1页就甲写了差不多用迄3点钟就写好啊。你若有趣味拜托拜5以前爱交转来，教会甲你认证就会使。咱送去公报社参加因要做团体，佫欠6分啦。有人要写有一人写1分，写6个人来参加安尼好小等下咱有要庆生会咱请慢才离开，为着7月份的受请来祝福咱因为今仔日开始换迄个祈祷回应诗，嘛阿门颂，可能阿门颂像特别唱，咱袂晓唱，我会请苏琴今仔日先弹一遍，咱来唱阿门颂安尼，较袂讲唱唔对去啦好，我看佫有所在有绕高的就是讲咱即个王瑞英医师的个别性，因为伫澳洲的所在咱袂当甲参与，但是咱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啦求上帝亲自安慰即个家庭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来，有啊，好啊，来，准备好了吗？好，来，我们准备要来拆派，来，请青少年就来头前好无？来头前，来一起到台面来。咱的青少年要伫拜4、5、64日要来举行去到即个口鼻教会，就是较早咱优城新学生进来做传道伫遐，咱先是毋是请詹牧师简单佫讲一下好无？你用麦克风讲一下，甲咱介绍一下好。咱甲拍拍一下来。大家平安。阮这届有机会带提摩太牧区的学生青年，我要去口鼻教会做一个营队。期间全部无够，阮这届有20个青少年同工，我要做伙去服侍。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嘛，新的一个突破，互阮的遮个青少年有机会，不只是伫教会互人受到服侍，嘛会当行出去来为别人服侍。所以请大家为阮来祈祷，也为阮这几工的行程一切来顺遂，会当来做伙来关心。也愿上帝祝福遮个青少年，透过实际行动，不只是会当服侍遐个教会，更较重要的是，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成长，得到帮助。所以请大家继续为阮鼓励，也为阮来祈祷。多谢大家。多谢。真多谢咱的詹牧师的介绍啦咱青少年平常时拢受人帮助的较侪，因这边踏出舒适圈啦，要去甲口鼻。口鼻其实是咱金华迄个大迄个虎头鼻遐尔，无讲介远啦，先初试一下尝试一下。但是听到讲因要口鼻，我就先想着讲口鼻遐爱先
唔惊乌味啦，迄网啊吼足多，啊我就研究讲要用什么办法才会迄乌味袂去顶着因就对啦吼。但是咱为着因祈祷，上帝祝福吼。事实毋是干那去教遐囡仔，事实是因要受造就啦吼。今年呢咱青少年嘛有准备讲要去到二林的即个迄个叫做什么院啊？迄个20的喜乐保养喜乐幼儿园吼，要去帮忙遐个弱势的兄弟吼。咱进前几年拢有举办，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吼。还搁咧听因的指挥，讲到底会使去啊袂啦？所以咱为着这青年，咱只是请举你的正手好无？祝福的手，咱为着因来祈祷，咱来祈祷。亲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这阵可爱青年人，因牺牲暑假的时间，欢喜踏入到伫郊区偏乡的教会，欢喜做服侍，因这边比较口碑教会，为着遐个主日学生或者社区的朋友。伫遐来举办即个夏令营，上帝也求你施恩赐福，互因有美好的团队，大家互相相帮赞，互有美好的圣神的恩典领受，互因所做的工，毋但是利益家己，也利益伫所有遮个社区的小朋友。拜上帝，我的青少年是教会将来愿望，愿主你赏赐因，毋但是有智慧、有气力、有圣神的同在，搁较互因有学习上进的心，互因有进步，让为主来做美好的服侍甲圣工。求你亲自带领因4天的路程，拢顺遂平安。伫遐无论是天气，也是环境、生活、教育甲事工，拢有主你的看顾。奉你的名来祝福因，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一拍鼓甲伊鼓励好无？有翕相是无？有翕好啊袂？翕好啊好，安尼就好。好，请回座，请回座。好，谢谢。上言，请起立，同心来言，圣诗398首，愿咱求主耶稣基督。因是山请无事做得。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施恩赐福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咱听阿门颂唱大一遍，咱再来唱。三甲来吟。坐，咱先别倒圣歌队唱祝福的诗。
感谢主，咱这个时阵吼，要为着咱7月份的受车来祝福唱快乐歌。咱请7月份的受车徛起来好无？咱小等下要为着来分这个是咱的赞助的牧师。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叔叔好可你，祝你生日快乐。来，敬各位。请咱90岁詹牧师来分下奖，来拍拍者，来。好，咱的二长的詹牧师，祝伊平安健康哈。咱来为着这受体祝福，才来结束。今日主我的上帝感谢你，7月份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阮逐人的热情也对主你所来。阮为着7月份的受洗献上感谢，求上帝大分赐福，伫因的心身肉体拢得到你的看顾、平安佮健康，也互因伫日常的生活后为主做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也互因的家庭健康、工作、事业、家庭、细囝拢得到你的看顾。愿主的圣神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阮享受着伫热天的这个气候，悠然平安自在快乐。愿上帝恩典带领阮逐个人要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隔壁祝福一下吼，热天大家拢有平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顺行平安。